唉，大家好啊！嗱，歡迎嚟到 Call 春 wing 嘅頻道。嗱，今集呢，就想講下一啲嘅 BNO 架，佢哋呢，原來呢，為咗拒絕呢個 B 考試呢，咁佢哋竟然走去遊行示威，仲提出咩四大訴求喎？嗱，到底發生咩事呢？嗱，我哋轉頭就返嚟睇下嘅。咁亦都講下其實我最近嘅一啲嘅狀態啦，因為唔多唔少都受到雲福縣嗰單火災係有關嘅。咁都會講下少少我嘅情況啦。咁立法會選舉呢，咁就塵埃落定啦。咁我亦都會講下我對立法會選舉嘅一啲睇法嘅。嗱，咁喺開始之前呢，就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分享影片同埋撳鐘仔。咁每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㗎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咯。嗱，立法會選舉呢就啱啱出爐啦。咁投票率呢就比上年係高咗嘅。咁競爭呢就都係激烈嘅。咁有新議員上任啦，亦都有舊嘅議員落馬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初試提升嘅政客呢，就落選咗都有啦。咁其實當中阿方國珊呢，就即係阿哪吒佢呢，選咗5屆立法會都終於得償所願啦。咁喺度都恭喜佢先。咁其實阿江文慧即係由劍後亦都成功轉咗做立法會議員啦。咁其實都睇到其實有名氣的確係唔同啲嘅。不過 anyway 點都好啦。咁入到立法會嘅，咁等佢哋開心啦。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努力啦。但係未能夠連任或者落選咗嘅，其實都唔需要灰心嘅，因為其實你唔同嘅崗位其實都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埋服務呢個社區嘅。就咁希望下屆可以再接再厲啦。咁呢個就係我對今次立法會選舉嘅睇法啦。咁其實呢，我自己呢排個狀態都唔係咁好㗎，因為呢，其實雲福縣嘅火災其實都死咗100幾人啦。咁其實成個社會嘅氛圍呢，其實都真係差嘅。咁唯一感到安慰嘅事就係其實呢，香港人普遍都係好有愛心嘅。咁無論你喺國內香港嘅居民甚至台灣地區嘅館長，咁其實佢都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去為到呢次嘅火災係即係去幫手。咁即係我諗對今次災難嘅生還者其實都可以係悲劇中嘅一點嘅安慰啦。咁但係然而其實我都要譴責一啲嘅人啦，就藉着災難去發死人財，去抽咩四大訴求嗰啲咁嘅嘢。當然最後結果梗係俾國安拉咗啦。咁同埋亦都有啲人呢，就用啲下三流嘅手段，
咁去叫啲市民去募捐，即係攞個 QR code 出嚟掃俾佢，咁樣咧就可以聲稱就話俾蘇文，但係其實嗰啲係騙徒嚟嘅。咁亦都見過有啲咧就為咗呃嗰個政府嘅賑災基金咧，咁竟然夠膽死咧，就將佢哋嘅地址即係銀行地址改做雲福苑嘅。咁當然銀行梗係有措施阻止佢哋咁做啦。咁分分鐘會構成刑事罪行添。即係我覺得呢啲藉災難去發死人財去進行詐騙嘅人呢，係一件點講喎？即係可以話係人盡可夫嘅表現咯。咁但係 by the way 啦，咁其實我又覺得普遍社會其實都真係好有愛心嘅。其實呢件事我自己都係心痛嘅，亦都停咗2個禮拜冇錄片啦。亦都其實我學識咗一樣嘢，就係喺大災難嘅時期，千祈唔好去睇太多新聞啊！因為呢啲嘅新聞呢，好容易你吸收得太多呢，你係會由關心同情變成去自己去即係代入咗去佢哋嗰度，甚至影響到自己情緒。咁其實呢個喺心理學嚟講呢，就叫做替代性創傷。咁特別是係一啲嘅執法人員啊、救護人員啊、醫生啊，或者做殯儀業嘅，又或者係啲教會嘅牧師呢、社工啊，呢啲係可以話係都係患上替代性創傷嘅高危一族嚟嘅。咁其實遇到呢啲情緒，其實最緊要都係揾專業人士去尋求協助啦。咁然而呢，就講開頭先4大訴求呢，咁亦都去講翻起嗰班 BNO 嘅。咁佢哋喺英國啦，咁就佢哋竟然發起遊行喎，就爭取嗰個咩4大訴求係直情係遊行到去唐寧街10號，甚至去埋嗰個咩倫敦鑄幣廠嘅。點解呢？因為其實呢，我上一集都有講過㗎啦，就係呢，英國提高咗佢哋嗰個入籍門檻啦。咁由 B1 轉 B2，亦都有提高咗每一個人都要有12000磅，即係年薪嘅入息審查啦。咁嗱，上一集呢，就講咗佢哋會遇到咩挑戰啦。咁呢集就唔多講啦。亦呢集最主要都係講翻呢班 BNO 喺英國嘅佢哋有咩行動嘅。咁樣呢，琴日呢，咁佢哋就卒之又搞遊行啦。咁樣呢，咁就由遊行到去唐寧街啦，成班人浩浩蕩蕩咁樣。只係繞咗一個圈之後呢，又話遊行咗去嗰個前英國皇家鑄幣廠嗰邊嘅。咁亦都係提出咗嗰個咩4大訴求咁樣㗎。咁話點解咁似黑暴時期嗰咩5大訴求嘅？咁4大訴求呢，嗱，第一大訴求呢，就係佢哋要豁免 BNO 而家佢哋嗰個B2 嗰個考試同埋嗰個入息審查啦。咁第二大訴求呢，就係如果要調整政策呢，即係移民政策啊，咁樣呢，就英國政府呢，就要為呢班 BNO 專設呢個
過渡期啦。咁第三個訴求呢，咁就係呢，要確保呢在英嘅港人呢，咁同嗰班庇護者一樣呢，就維持呢，就5年之後，即係住滿5年之後就一定可以批佢定居啦。嗱，最後一個訴求，第四大訴求呢，嗰個變得好無厘啦更嘅，就係要撤回呢個中國嗰個Mega Agency，即係嗰個俾佢哋俾中國起嗰個咩超級大使館嗰個決定嘅。哇！你哋真係當你哋自己係乜嘢啊？即係你話頭三大訴求，其實坦白講嗰句啊，雖然都叫做可以理解，但係其實已經俾英國政府甚至俾大家眼中，其實呢班真係你哋仲惡過嗰啲英國本土居民。你哋都未係英國人，你就真係對住英國政府嘅指手畫腳，教埋英國政府點樣做。即係佢哋呢班人可以話係活喺呢個幻想世界當中，即係將佢哋嗰個理想嘅民主政府係投射咗落去英國嗰度，但係其實實際上其實佢哋理想嘅角度呢，喺英國係唔會揾到，喺全球都唔會揾到咯。尤其是你喺人哋地方嗰度示威，你又唔係當地人，咁其實我會覺得，即係我係站喺英國政府嗰度，我就可以話係完全係捉蟲上身，引埋一班嘅人出嚟咬喺英國本土去咬自己隻腳一樣。即係我都上一集我都講過啦，即係佢哋喺香港嗰套將佢哋社運嗰套搬去英國嗰度，其實根本就冇人接受得到咯。你哋以前喺香港生活，即係未有黑暴嗰陣時，政府係可以好包容、好容忍你哋嘅，但係經歷過黑暴，你哋玩爛咗之後呢，就以為英國都係有你口中嘅民主自由，就一窩蜂咁走去英國，然之後去到英國之後呢，就又要教英國政府點樣做、點樣處理，即係當正自己係皇帝一樣咯。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你移民又好，甚至你唔移民都好，都唔係話你想點就點咯。即係做人最緊要呢，就唔好太過自我中心。如果唔係嘅話呢，咁其實你去到邊度呢，最後都係碰壁收場嘅。因為其實講真嗰句，移民政策呢，佢哋即係你要明白，英國政府唔係淨係照顧你哋班 BNO 㗎，你都要照顧翻英國本土嘅居民，甚至乎滯留喺英國嗰班嘅，真係因為戰火而嚟到嘅嗰班難民㗎。咁其實一句到尾，你哋唔係大晒咯，甚至乎你哋連咩超級大使館呢個訴求，你哋都要逼政府去，即係逼英國政府去制止我哋國家喺英國起大使館。咁其實喺我哋中國喺英國設立大使館，其實關你哋班 BNO 搞咩事呢？又話滲透，又話迫害，又話點，又話剩。其實邊有人迫害你啊？係你哋自己喺19年覺得自己真係做過啲傷害咗國家、傷害香港嘅嘢，心有鬼咁樣走到去英國，去到英國之後呢，又自己又疑神疑鬼咁樣中國為起大使館呢，就成班出嚟反對，又話驚迫害啊，又話佢有滲透啊。其實我想講呢，起唔起大使館呢樣嘢呢，就係英國嘅內政嚟嘅，即係批唔批中國起大使館。
咁你哋咁樣，你哋話唔係英國人，你又要喺大使館，即係中國嗰個咩 Mega Agency 嗰度指手畫腳呢？咁其實都係回應翻我頭先講，你哋以為自己係邊個啊？即係呢個亦都係點解講頭嗰三個訴求都仲話可以理解，但第四個嗰個咩 Mega Agency 其實真係我覺得真係不可理喻咯，呢班嘅咁嘅 BNO 㗎。咁即係正如就話你2019黑暴事件當中，你開頭呢就話要撤回逃犯修訂條例啦，你逼政府好啦，撤回咗之後又嚟多咩五大訴求，話咩撤回暴動定性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咩調查警暴啊，又話要解散警隊啊，又話要林鄭落台，又話要咩雙普選啊，立即嗰隻喎。咁其實同你撤回逃犯修訂條例其實又有咩關係呢？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呢班 BNO 㗎，佢哋係無論你滿足咩訴求，佢哋都係有怨言嘅。即係英國政府，我喺英國政府呢，就真係同你哋講唔該，你哋唔好搞咁多嘢。你係想做英國人，你就乖乖地聽我哋按翻我哋英國政府嘅要求一樣。其實你話英國背叛香港人，其實都唔可以話背叛㗎，因為你全世界嘅移民政策都有變㗎啦，係咪？咁你哋嚟得呢度嘅，你哋又唔係當地嘅英國人，咁你想入籍咁樣就人哋點講，其實你都係要服從嘅，冇即係你記明白一樣嘢就係英國政府冇義務要照顧你哋呢班嘅所謂嘅流亡港人㗎。你哋唔係被戰火迫害啊嘛，你哋係幻想被港共政權迫害啊嘛，咁亦都冇實際證據。咁其實你要入籍嘅嗱，唔係唔得，但係規矩呢，就真係英國話事咯。英國點改點樣玩殘你哋，其實你哋都係冇聲出嘅。唉，所以其實我都戥呢班嘅BNO 㗎慘嘅，咁樣俾英國政府去過一棟，係咪先？係你哋太天真太傻，太過自我中心，認為英國政府真係去拯救你哋咁解啫嘛。嗱，最後呢，我都想講一樣嘢。普羅大眾，如果你真係想捐款俾嗰啲嘅雲福苑嘅居民呢，就真係捐啲有信譽嘅，例如話支付寶或者係銀行，又甚或者係啲保險。如果你有買保險嘅，保險公司都會有個捐款嘅帳號去俾你哋去捐錢嘅。咁最緊要係有信譽咯，就唔係阿豬阿狗阿媽話捐錢你就捐俾佢哋，唔係咁樣嘅。同埋奉勸大家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情緒唔穩定嘅，真係唔好睇太多新聞啊，因為真係有時會令到你自己真係跌入咗嗰個替代性創傷嗰個深淵入邊咯。咁都係嗰句啦，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啦。我哋作為局外人，其實遇到呢啲情況呢，如果你身邊有呢啲嘅人係經歷緊呢啲嘅創傷嘅話呢，佢哋做咩事係覺得舒服嘅，咁其實我哋尊重咁就得㗎啦。希望嚟緊呢個世界唔好咁多嘅災難啦。係啦，嗱，今集分享呢就到呢度。